又係酒店早餐嘅開始。最驚喜嘅係跟住呢個嚟到山西，梗係要食山西都削麵啦，哈哈哈！各位團友，早晨！今日上晝去湖口瀑布，下晝會去陝西延安祖縣。坐咗咁耐車，終於到達第一個目的地，正等待領隊買飛，順便睇下有咩買先。飲品、生果都有得賣，都係啲正路嘢。講咗咁耐，終於都出發。我哋會坐景點旅遊巴去瀑布區，係呢架啦，上車先。開車出發啦！經過一陣就到達景區落車啦。一落車已經被巨型幅畫所吸引。浩浩蕩蕩24人向住瀑布前行。遇上今日冇時間坐嘅小馬，咦？唔止一隻喎，仲有另一隻。見到瀑布啦，喺度解釋下，湖口瀑布係中國第2大瀑布，世界上最大嘅黃色瀑布，唔怪得叫黃河啦。睇到咁大瀑布，已經哇哇聲。瀑布上見到彩虹，再行前啲睇。係時候要離開啦。落車嗰陣見到周街販賣生果及其他特產。又到咗食晏時間，今次係景區內酒店餐廳食飯。食飯之前，領隊仲介紹咗
呢度有用電單車跨過黃河第一人。講返食物，今日有湖口雙語餐，炒椰菜花，2條沙甸魚，炒蛋木耳，炒牛肉，通菜。之後驅車前往陝西，呢個係位於陝北延安棗園革命舊址。呢個景區附近唔可以停旅遊巴，停車行約3分鐘先到達景點。入到嚟有一種寧靜嘅感覺。呢度係拔時嘅故居，於1944至1947住咗3年。去另一邊再睇下，But time rolls on like open roads, and soon she won't be here. Oh, traveler, you carry the sun in your stride, leaving behind what I hold inside. If I don't ask your name today, I may never get the chance to walk beside. 天都未黑，今晚晚餐食及眾聯合菜。呢度要搭 lift 上2樓。有個夾子擺設喎。首先又會噴煙咕嚕肉，今晚冇乳鴿食都好胃口。最後驅車前往酒店。嚟到今晚入住嘅酒店延安賓館。大堂 lobby 環境就係咁樣，反房
沖涼、瞓覺、話說返到房之後，領隊問我哋落唔落步行街睇，最後都去咗。我哋有買宵夜返酒店食，有茶資或夜市小食等，去咗萬達廣場 shopping mall 行街。嚟到大陸買杯茶資，伯牙絕然返酒店入。